讲甲咱教，无非嘛会依照五教圣人呢，拄在经典上的呢，来教咱大家做参考。那咱今日去大家做伙学习，无非就是要将咱的智慧，来启发着咱的智慧，互咱当着困难的时阵，咱会当安顿咱的心，要会当行出了着这个出口。因为人生既然是苦海，来到这一定拢会当着的。所以讲呢，咱若有这个智慧了后，咱自然就会当找到这个出口。讨厌用真理讨厌咱的心灵，互咱会当帮咱来转这个念。因为你要转念，你嘛是咧艰苦。咱咧转念的时阵，就是咱赚着。所以诸佛菩萨道这个经典呢，无非就是。互咱会当充电啦，平常时大家拢事农工商，去趁钱，安顿家庭。有时间呢，咱会当倒来参与伫爱上活动啦，或者是咱新源山的药性堂，伊所有的这个课程，自然语言呢，会当使着咱的智慧更加更较光亮。自然语言，咱迄个艰苦就减少。艰苦减少，自然咱就减少着烦恼，减少烦恼，自然就会快乐。各位先生，敢是安尼？所以讲呢，有时间咱爱来，安尼敢好？所以今日感谢着咱讲师。那当然，咱原谅心，原谅心呢来讲起来，也就是讲多方面拢会当互咱非常的圆满。那么咱的人生会遮尔苦，咱大家人的命有够有共款？爸爸妈妈生的兄弟姊妹够有共款命运？所以讲起来呢，这就是好势呢，来借着这个缘了凡，缘了凡这个缘了凡呢，伊有一天呢。伊去互相命，相命的时阵，咱也有去相命，用咱的生时二月甲八条，相命先生就会当甲咱说咱一世人的流年啊，毋是咧食迄个流年咯，咱也有去相命的时阵就会知影伊会甲你说一本流年，你几岁会安怎，算甲你命运结束的时阵无人算，你就是食到几岁尔。你会食到几岁？所以讲呢，伫迄个所在，伊毋但讲生死由命，富贵在天。所以讲呢，生死由命，富贵在天，这就是咱做下流年。这个寿命先生呢，就甲伊讲。那么这个缘了凡呢，伊就想讲，干然安尼生死由命，我就看几岁哩，几岁啊？我若食到50岁的时阵，我就是50岁，因为生死由咱的命。那么呢，富贵在天，我会富贵袂富贵是由天咧甲我定夺。各位先生咧，够认同这句话？所以讲呢，伫这个时阵，缘了凡以意志消沉意志消沉。像我这世人就安尼尔，我这世人就是遮尔痛苦，所以呢，以意志消沉。但是呢，有一天去遇到这个分国禅师啦，分国禅师，这个分国禅师就甲伊讲，那么。
个分国禅师呢，佮甲伊讲，生死由己作，那么呢，上由心生，祸福无门，依因自招。那咱的命才会改变。那袁了嘛，伊去看着头前这两句，我这世人就安尼啊，我注定这世人就是爱过苦日子啊。我的命运就是安，我会当食几岁尔？伊意志消沉。但是有这个分国禅师呢，甲指点了就这个袁了法，伊讲毋是安尼。虽然你的修炼八义做起来是安尼无毋对，但是分国禅师伊就讲，生死由己作，家己去做，所以一切命运是操之在家己的掌中。这世人咱是无好无毋对，毋过会改运是家己改哦，毋是互小命先生生命家己改哦。咱爱会记这句话，咱爱会记这句话。所以讲咧，伫这个所在，相由心生。有当时啊，修行的人，恁咧看，敢会感觉较自利善感，敢会？为食菜的人出去，人就讲，伊食菜哦，所以讲咧，伫这个所在，相由心生，那么祸福无门，依因自招。这种总是咱家己去做。所以讲咧，咱的一切命运咧，是操之在家己的掌中。你要改变就改变。所以这个袁了凡呢，听到这个分国禅师甲伊讲了后，伊开始，伊若做善的，就用一片红豆啊；做着毋好的，讲毋对话，做毋对代志的，就用一片乌豆啦。经过一礼拜、一个月的时阵，乌豆较侪红豆，就是代表做毋好的较侪做好的。但是时间一个月过，一直过，即摆咧比红豆较侪，乌豆较少。甚至到后壁咧无乌豆。那伫即个当中咧，伊命运改变，伊本来是看的，伊会当活到53岁尔，结果咧，伊中到即个官，活到72岁，72岁那么伊本来是无惊命，毋过从伊行善开始，歹的愈少，好的愈侪了后咧，伊有生着安那，有生着囡仔，过来做即个证书，所以讲起来，伫即个所在，其实咱有咧行善做好，咱拢会改变命运。咱人的命运呢，有3种人的命运，咱的相命先生甲咱相袂准。为啥你相袂准？因为有咧改变。比一个咧，我会当活100岁。结果我活无100岁，我有相命先生甲我讲，我会当活100岁。结果我活无100岁，为虾米？我咧做恶，做恶会吃亏受啦。所以讲咧，相命先生相袂准的3种人，第一就是做恶，第二就是行善。因为你做善，你有改变，有咧改变你的命运。过来就是修行的人，这3种人的命运呢？相命先生相袂准，当然你若照常念做就是安尼。毋过你随着你的善恶修行，会当改变着你的命运。所以讲起来呢，咱大家会当得到修行学道，咱为了伫在世会当改变命运，愈来愈圆满，圣愿都能够越圆满。伫咱未来，咱去点名。佫会当归回倒转去，甲咱的本位。咱各位前贤，咱人的灵性敢会死？袂。敢有灵性？有。对。人讲转世方是灵咧转去，还是身躯转去？灵。身躯即摆拢换去BBQ啦，敢是安尼？所以讲转世方是讲咱的灵对西方来，咱来转去。各位前贤，咱等下闭班了。咱的平安斋食了，咱敢爱转去？爱啦，转去佗？家己的厝无要转去佗？所以讲起来，咱的灵要当转去，袂当转去，咱今日去倒有得着道，摕着这张车票，你佫有去坐，自然而然，伫咱100岁以后，
身软如绵，像迄个上的，会使讲是非常的迄个祥和，这是上界有好的印证。所以讲起来咧，咱的灵马当回到等于本位，唯有爱修行学道。咱要改变命运，你一定爱搭帮助道。他带咱的处长菩萨的伫道场伫道场呢，咱爱道参悟。来遮行无意识，就是咧撩口音啊！这是伫咱这基隆坡呢，济公老师来引导最好的护身符，做三件代志：存好心、做好事、说好话。搿一种的护身符，有用就是常来佛堂帮办，这就是最好的护身符。毋是去王爷来遐刻一个护身符伫遮这个护身符呢，护身符呢，放伫遮，毋过歹话咧讲歹代志咧做，你做安尼够好？无好。所以讲呢，咱各位前贤，会当利益众生，来佛堂就是做佛事，就是以后要成就佛的以前，咱一定爱做佛事。所以你念佛拜佛，你一定爱学佛。各位前贤，够认同一句话。所以讲有时间来啦较拄咱处长就有讲迄个正月12号，咱都有一个聚会聚餐要邀请着咱的家属会当来，是无求道的，咱会当度化伊来，咱嘛会当建功立德，安尼刚好。因为时间嘛差不多超过1分钟啦好势莫去耽误，伫遮呢好势来祝福。咱大家会当身体健康，会当胜愿都如意，咱的道路愈来愈方便，安尼较好。感恩谢谢你我这个机会叫咱结缘啦感恩。众请起立。咱活动呢，每一档拢有咧点灯，咱点灯即摆当伫咱的所长遐，过来登记平安灯，大了的3000，小了的500，而且呢会当祈求咱会当来做一个功德，功德来回向，互咱的冤亲债主，以上感恩。好。感谢莲师慈悲前道济公、坤道济公，感谢佛祖莲师。一请一般，中华民国113年12月份，爱祥单位启慧班圆满闭班，向无极南母行3级公里，前道1济公，再济公，3济公。感谢前慈悲济公，感谢护前人慈悲济公，感谢点灯师慈悲济公，感谢讲师慈悲济公，坤道1济公，再济公，3济公，感谢前人慈悲济公，感谢护前人慈悲济公，感谢各位点灯师慈悲济公，感谢讲师慈悲济公。送家。
各位弟子姊妹哦，咱先把以下修养篇啊。